來看這條，唔知是上班模會發生事故無？這個苗栗通霄的樹木橫濱交道昨暗發生一件事故，是這台鐵新埔站線所的副站長駛休旅車違規撞過濱交道去，互台鐵的貨物列車撞到。雖然人無安怎，不過牽涉到公共危險罪的部分會甲送辦，台鐵也要進行行政調查。鐵軌路的水泥是一直彈，紅龍的白色休旅車後邊是攏甲搖，連輪啊就噴去路頂。苗栗縣通霄鄉樹木園鐵軌路11暗時7點左右發生燒龍的事故，細數休旅車駕駛落入去鐵軌路，去互台鐵7501處貨物列車跌落去，火車的車頭嘛還去。好在在這個細數的查甫人趕緊落車，現場無人傷亡。方對駕駛蘇姓男子實施酒測，酒測值為0。本分局查明相關事實，除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54條第1款規定致單舉發，另依公共危險罪移請苗栗地方檢察署偵辦。代誌發生了後，佇咧社群平台都有網友指控，這個細數的查甫人是台鐵新埔站的副站長，而且佇咧暗時7點半才下班，疑似是佇咧執勤的時陣烏白離開，無好好上班。台鐵公司證實，這個細數的查甫人確實是新埔站的副站長，上班的時間是迄天透早7點半到暗時7點半，因為接班的同事提早到，才會下班。不過細數的查甫人佇咧鐵軌路水泥一直彈的時陣，硬硬要塞車弄過，目前已經先調離現場，聽候調查。他的接班人7點就到了，所以他已經交接班完畢，然後開車經過平交道，會先把他先調離現職，資料收集之後釐清之後我們會來加重處分。警方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甲細數的查甫人罰15000到9萬塊的罰金，吊扣駕照1張。這個以公共危險罪移送苗栗地檢署偵辦。今日台鐵因為這件事故，維持單向雙向通行，一直到暗時8點54分才恢復專線的通行，攏總影響4架車5點21分。營運甲火車損失，嘛會要求細數的查甫人賠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